其实我觉得啊，劳方跟资方本身，劳方就是比较被动的一群，比较没有主动的话语权，或是去捍卫自身的权益的那种概念。那当然就希望可以借由《劳动之矛》这部片，因为我也在学习，因为其实我们女人啊，或者也是劳方，也是受雇员，对，所以希望能透过《劳动之矛》这部片，然后这个角色跟刘太两个互相帮忙去帮各个行业的人解决问题，让大家能更清楚，然后也能更了解可以帮自己保护自己什么，然后也可以帮身边的人去注意一些不公平的事情，然后去捍卫他们的权益。因为这个戏并不是要来上课，这个戏其实是我觉得是分享很多人过劳的经验，然后提醒自己，在工作当中更尊重自己的生活。然后我觉得只要大家能够，在这个看片子的过程当中，将来能够比如说互相体谅一点快递员，互相体谅一点人家楼下的保全员，能够多替其他的行业着想，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样就够。